联合国公布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，因为极端气候甲暖化，人类的健康嘛受到威胁，包括水源的安全、空气品质，也佫有粮食的问题。学者就警告讲，恐惊到2030年，平均每日会发生1.5件中大型的气候灾难。地球继续升温速度比科学家进前预测也佫较紧。过去捌伫1988年，有向气候警报的学者公布上新研究结果显示，2020年平均温度会超过工业革命进前1.5度 C 的低限，到2050年会突破2度 C。因为今年热天高温一直创新高，有希望加做史上上大的一年。联合国公布的研究结果指出，极端气候愈来愈频繁，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。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health are wide-ranging, affec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, from social behaviors to water safety to air quality and food security.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上严重的，就是低所得甲中所得国家。学者警告，佮安尼落去到2030年时，当年会发生560件中大型气候灾难，平均每天都有1.5件。尤其伫预警系统无完善的国家，死亡率会比完善覆盖的国家悬出8倍。极端气候也互过去10年全球受可汗影响的土地面积增加29%。极端气候造成的威胁一环扣着一环，全球暖化造成供水困难，欠水和卫生条件变差，造成疾病快速传播。学者建议，即马上要紧的、加上着急的是家庭脱水、增加核电来补充再生能源的空棚。以开发国家是应该帮助开发中国家发展低碳能源。公司新闻，陈伟林编译。